自2024年6月初2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敬虔的生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提摩太前书》第2章1节到15节。所以，第一，我劝勉你，着为着所有的人、君王、甲拢总的官员，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感恩，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，凡事敬虔端正。安尼做是应该，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。伊爱众人得救，达到认捌真理。因为上帝是一位，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，嘛是一位，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。伊显本身来赎回众人，这项事伫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。为着安尼，我受任命做传道者、使徒，甲外邦人的教师，互因相信上帝，认捌真理。我伫讲的是真的，毋是假。伫逐所在的聚会，我爱查甫人无受气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祈祷。我嘛爱妇人穿插朴素整齐，毋通用奇形怪状的头毛形、金器、珠宝，也是珍贵的衫装饰家己。着用好行为做装饰，表示家己是敬畏上帝的妇人。妇人着恬恬仔学，用顺从的心，事事顺服。我毋准妇人教示，也是管辖查甫人，伊着安静。因为亚当大先受造，后来才夏娃。搁亚当无受诱惑，毋过妇人受诱惑陷落罪。不过妇人若安分守己，持守信仰、仁爱甲圣洁，就会因为生囝得到救。敬虔的生活，所谓的敬虔，是一日到暗呼求上帝，开喙合喙拢是感谢主、阿罗主，是无？保罗伫提摩太前书2章陈述基督徒敬虔的生活，首要是为所有人向上帝祈求、祈祷、代求、感恩。保罗希望查甫人会当虔诚举起手来祈祷，伫各种聚会中会当控制情绪，无受气，避免甲人争吵，也是激辩。保罗对妇人的教导是着安静学习、谦卑顺服。换句话讲，男女照伊服侍的角色各司其职。伫第9节到第10节，保罗清楚表达，真正的敬虔，并毋是外表的清插甲装饰，也毋是指外在的宗教语言，是爱有甲内在信仰相符合的好行为。第12节，保罗讲到毋准妇人教示，敢讲是禁止女性传道者是无？或者伫保罗的眼中，敬虔的女性，就是温柔安静，甚至忍气吞声。使徒行传21章第9节讲到，当当时耶路撒冷教会7位执事之的腓力，伊有4个还未结婚的查某囝，拢做先知话讲预言。相信这是路加刻意记录这4位拥有传讲上帝信息文书的女性。保罗和路加等人伫耶路撒冷期间，就是受这个家庭接待，这拄好互人掠做保罗变价
女性的言论不攻自破。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，保罗搁较想要表达的检采是，毋准负责人管辖查甫人。6月2日这天是马介牧师因脑癌去世的日子。伊伫临终进前，还坚持用仅存的气力向学生讲授课程。伫马介牧师敬虔的生活中，牧师娘张聪明一直默默踮伫背后协助真侪事务，不论是淡水女学堂，也是嘉医馆的成立、妇女事工的推动，甲整体宣教的拓展，伊即个牧师娘的角色拢功劳真大。伊军队伫是宣教师、教育家、探险家，常时搁致力伫台湾自然和人文科学研究和著作的重妇的身边。张聪明毋但有个人的学习能力和成熟的人格特质，搁较是甲丈夫各按其职，是一位伫世间人面前活出敬虔生活时代新女性。若是现代信徒的敬虔，搁较着安怎展现伫世间人的面前呢？怎样的好行为才算活出甲信仰相符合的生命呢？保罗伫遮强调的是虔诚的祈祷生活、谦卑积极的学习态度，以及逐人按照温数伫教会分工各司其职。安尼的信仰展现，应该是主动观察即世间的局势，和人类所面对的各种困境，安尼才会当诚做正人的大求者。以外，基督徒毋单单爱积极学习甲信仰相关的事物，也应该对各领域保持兴趣，发掘家己的逐项才能，为主所用。不论伫什么所在，乐意甲无共个性的人同工，要用权力来管辖，也是贬抑别人，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。默想，伫一寡聚会的场合中，我是毋是坚定展现家己的信仰，搁好好控制家己的情绪，避免互边仔的人受伤？伫一寡聚会的场合中，我是毋是坚定展现家己的信仰，搁好好控制家己的情绪，避免互边仔的人受伤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愿你甲我同在，我会当甲人和睦，帮助我有积极学习的态度，乐意甲无共的人分工合作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